OK，当然差不多要 start 了。OK，哎呀，各位聽眾，牛及小人咧是講未了，特別攞禮拜就係講嘢。誒，人嘅聲，哇，人嘅歌數咧是攞禮拜講嘅了，就是就頭潮咯。係咯，就是。你毛毛菇佢睇到對人都看 studio 個畫喎，哇，冇常識啊嘛咯，誒，即是冇上禮拜啊，都就快，對啦，冇上禮拜，嘅一禮拜，我冇話晒。然後這個禮拜咧，我頂一禮拜我講到那時我冇聽到頂一禮拜 episode 咧，我特別到對去頂一禮拜 episode 聽看講毛毛菇細漢大漢，甲拄到到一個迄個強姦，甲變做伊要去出國讀冊誒，即個故事你知哦。當你未聽看毛毛菇你使去你誒多手淡薄，誒唔對邊嚇，即係嚇。對 ，perfect。So，當今咧，我咪講嘅就是，就會講頂一禮拜時都冇聽到頂一禮拜告訴你，特別到對去聽嘅，到對去聽個嚟教我人哎呀，即個 public 嚇，有。但我講咧 ，Clubhouse 人有人聽，但係是 Clubhouse 人會看嘛 ？View activity，看，冇人看過。Current story 等，有人看。應該是吹掉啊，只 public 嘅。Anyway，so 我咪對南西教我幫就係我個基本，我是冇拍攝會做嘛，冇得，阿咩本來冇到啲 clubhouse 嘛，到啲即 YouTube 會嘅嘛。特別當今冇人喎，特別邊個咩差別？我咪講嘅就是你頂一禮拜講到有啊 YouTube 人看到講hello 就係講攞掉。你定講你嘅頭家所出類學你學見加學你飛機單去 Australia 去讀冊，對，了埋咁波 pocket money，哇，了，還是你咪是感覺到哇，這機會真好咯，了。做咩事你你想到講哇，做我要去那邊做咧，你慢咗想事。我冇去想到，冇想得等來嘅物件，冇想到。唔過我是想我目前嘅物件，搞我感覺到。你真多？我失戀了。你是講冇人愛啊，所以你走去就耍你看了。對。It's a sad place。我是叫到你啦，為你看，我感覺到。我感覺到，本是好換一個咯。但係冇喎，我去嗰邊我真開喎。係咪數嘅？我去嗰邊我真係冇女。只咩？前日咩？你欠緊咗講，你食落地半，你食白嘅，冇白嘅嗰種。耶咧，你最關注定？古早真係靠一堆腦殼，是一堆靠背啊！我未記得咯。你記住咗？Then 我去嗰一邊，你在愛得是冇腳不冇愛生女嘅地方嚟嘅。我伊是淡薄金崩啦，咁對啊，是淡薄金崩。伊是金崩 ，but then 你只 aviation like cadet pilots 本都邊拍，所以真係飛機飛嚟飛去嘅，都係你 zone，所以真亂嘅，所以但係我講腳不冇愛去邊生嘅女嘅。伊是腳生嘅女嘅咩？腳是生腳女。咱冇去，OK， 加熟悉是這科，OK， 這科是到early 90s 是冇興嘅。你是 Tamico，actually。Aeronautical。Aeronautical，哇，冇人愛讀啊是。冇人愛讀，是迄個阿摩教讀呢。冇真少 Asian 有去讀嘅。แล้ว唔過我拄到我什麼事是，迄陣時伊無去過，只辦語過，所以
我會去做 part time， 我去做牌九，你知呢邊有 casino， 喺度你有家己嘅 casino，所以我喺那邊會做牌九，即是我未曉意甲，我咪的冇講上好，我叫我水做 blackjack 啊！哎呦，你個啲價格你得水啊就一點。誒，你什麼？你是去半八九啊？你？冇我半八九牌九，牌九什麼意思？我食嘅，一隻麻雀啊，嚇呢？哦，像 domino 食那一隻。啊，哦，有紅點加白點嘅。哈。啊，你去做咩啊？即係冇去半牌咯，即係我哋曉水咯。哦，你變到學阿莫教，伊都未曉咯。哦，啊，佢伊成個水啦。但係你做當人踢嘅時，你愛講嘅當人我樣真熟聽嘅嘛。哦。啊，這是 legal 啦，你大學你會使做工嘅，是唔是？啊，你個特別來水 part time， 你咁正好，你會使做呢嘅，所以你去做了，你冇愛拼咯。你是拼咩 ？fix hour rate 是 fix 了嘅，冇攤轉。你 the only thing 你會攤呢 tips，你隨個爽，冇緣到嘅。嚇，冇緣到嘅都冇講緊要緣到啊！你看你物件㗎啦嘛。你隨啲咧，人就學你 tips 嘅啫。啊，然後有 off 成日講off peak 咯，冇人冇生意嘅事，然後你冇去做 assistant 咯，安尼款樣咯，唔是你做定啊嘛，你 tips 就半個少咯。啊，你唔過嗰邊 ，hello， 聽到？啊，小英機嗰度。小英機冚去。maybe 是 internet 啊，佢就對啊。啊，然後就是安尼看到我感覺就講攤累到這邊位了，佢再去興家己嘅生活，累家己食飯，然後 casino 位個有按照講保護食一頓嘛。生掉一隊啊，生掉一隊，特別冇生啊，我是頭生兩隊啦，你知 Asian 人嘅習慣嘛，plastic 狼啊。有攤只就只包差唔多對搞對片。對，包差唔多等佢包起了，即係韓國我感覺到係大姑都大邊對邊響？啊，18個月呢。我 finish one degree。所以你到嗰邊讀冊是完全是為了你是完全是到底隔了頭到尾，你們是到底開始哪會做？對。我未識找幫佢做嘛，我驚我冇識。然後你啲幫佢做，冇可能冇保值咧。對。所以未歹啦，所以做嗰邊做。啊，未歹，真係未歹。你有物件通看啦，你自家看嘅物件，你去看咯。啲邊。你18個月冇咩啊？冇夠刷到人啊？冇啊，我真乖。哦呀，生性啊，當佢。我真乖，我成日撈人可能做。我未去 accept 講一擺啊、兩擺啊，你可能未嘅喎，我未嘅喎。哦，所以你就俾成日少有愛情啊！你知我未咩？我唔知咧，我今日對自康7年8路嘅動機，未必啦，你按得夾筆我唔知啦。哦，未必我按得夾筆就謝咧。我有夾筆，但我都講下你咩啊？陀教咧，我陀教。我唔知啦。所以你未啦，你特別成日講特別有感情呢個誒。對，我 romantic 嘅。哦。แล้ว我計按嘅，我唔會按嘅。OK。then 我就從不睇。特別冇輸條人們啊，冇成講就有對人興趣呢。我感覺對人成個是 porn 入邊嘅 actor 嚟咯。所以成日冇講有愛情係咩啦，是看爽啊呢。看爽嚟咯。特別你下邊是讀冊是有參有國際人咧，還是較濟阿嬤啊？係咪？
哦，無誒，我無去參國際人，我參 local 人。哦，所以佢就是合併是咪 Australian 啊？Australians，嗰有得啦，Hongki 我有看到 ？OK， ，Indonesians 我有看到，嗰有得咯嚇，British 咯，應該是咯，應該呢邊人有過嚟。我參較濟是參 local 嘅人，因為伊人，呢邊人我感覺到個是啲。OK。阿莫啲阿莫啲咯，安尼看咯。所以咧，我唔是骨拼車，因為我家己講 ，OK， 第一我走出來了。第二我咪傾埋冷靜。第三我咪愛 complete， 無講我 result 好嘅是無好，特別講真，我 theory 真差，我 practical 都真好。OK。所以讀書車你都冇，讀書車都冇那個，特別你只去 apply 你 skill 你都會。對，我 practical 真好，所以我特別 score 我 practical 嘅分，然後我 cover 掉我嘅 theory 位，然後先生我都學到真濟啦，就是講你有影愛加先生真好嘅 connection 咯，所以你會做到真濟物，你會 access 到真濟物件嚟 practical wise，你接迄個 power plant，就是講舊粒 Rolls-Royce engine 入邊，你貼係是，你通貼下濟物件。你通學就看到擺上邊嘅物件，真濟物件，加了係物件，加了本有。所以嗱，有個人去邊就是講my dream is become a pilot， 就是講有個就是講樣去嗰邊有個樣就是 aim to become a pilot。唔使去 pilot 有等嘅咩嚇？即係特別去隻 aeronautical。呢邊有嘅 pilot。而家你要做 pilot，你都要 take some class A， 所以你會曉淡薄很少。呀，對。所以你去嗰邊你冇未使也搞到 license，你好，就是你 IT 邊也到一個 basic， 上一個 SPM 嘅 flying cert、flying 嘅 skills，then 你來接係 airline 嘅好你 license。你無行嘢就搬你 license 過。你就 all basic， 你特別去特別咁你 hours and 可能是唔是都會背？對，去做 apprentice， 然後再一 step 行啦，無咁簡單嘅。你是你學到嘅物件，你感覺就講你會做係咪？你有興趣係咪物件？係咪物件先 excite 你係咪？你做咗你講是？還是實在讀冊，跟住 focus 就讀冊係了呢？冇價值。線路，你感覺就線路嘅管。對，線路呢？就你再講，這唔是為了賺錢啦，這是。特別你咪是特別有興趣，你個佢做會到個誒，你個佢賣嚟講成個8、9集，一點沒有算嚟講，你咪是無法啦，你就賣。即你咪是特別有會曉本。對啦。I think 你我感覺到你想搞做你卡手面。可能咯，少啲時間你冇少不記我半分淡薄，你自己成日你可以咪講你自己分分咯，係咯。有啲我去成日講我去跳飛機嘅時候，一樣愛對面嗰行嘅就 step by step SOP 行嘅喎，你唔係冇嘅喎，我冇執事，就是講我愛 save 物件，愛 save my damage 條飛機嘅物件。我出來，我用我飛出來。你挖啦，你挖落。我冇塔斯車啦嚇，我冇塔斯車。maybe 人成個我人做airlines 入面，我人換 A check、B check、C check 到 D check。E check 是 heavy maintenance 啲飛機喺 parking for 3 months， 我人停咗了嘅。So A check 是 by 6 hours， 你都係做嘅了嘅 defect。所以when 我做到即個A check 嘅時呢，即係講6 hours I complete 即係 defect 嘅了嘅時，我就咩？我冇成日啦，哎呦死，飛機 delay because of you。我唔捌掉喺 record 過，我唔捌掉喺 record 過，做法啦嚇。冇個你 camera 個錄淡薄，你等陣自己 relax 啊嘛，所以你係特別去看錄淡薄。看了，不 OK。姐，你看那邊有開店嗎？哈，這邊好像沒有 charge 到。是咩？佢 charge 掉，冇咯，冇夠攞嘅喎。是你即刻關，你壓落嚟，壓落嚟啊！安尼那個水嚇。แล้ว你是講你卡挖啦，แล้ว你ทักแล้ว10幾個字ทักแล้ว你就頭一份夾安裝。我
嗰時出，我唔知啦，我感覺到人生吼。你有呢？你愛去 fight for 你愛嘅物件咯。若是你坐死死，你等人來找你啊，等你學生來錢咯，一讀曬啊，真艱苦啊。because 讀不是曬，那按照你 aim 到你學生來錢咯呢？所以就是我 suppose 我 courses I complete 14個節，所以我廿咩18個節。OK， 因為古早嘅動機咩 university 冇上，古早伊限制你一個 semester 6個 subject 呢。OK， 對唔對？所以我嗰陣時伊冇實施你嘅，因為伊度上下是一樣冇談論你嘅呢嘅，古早嘅長。所以你一個 semester 會使也 score 9個 subject 嘅咋？你愛做啲就做到幾啦啫？你愛立你時間，你有本事，你就去做。你有本事，你就去做。所以我就是行這個位，因為我感覺就講我生只係累，我慢慢出來。你一個 semester Q 就搞到對啊，就做到啫。有 slot 好我會讀到 from 早起8點9點到晚5點，我就是會立過了。然後 OK 啊，即係攰啊，แล้ว到家有 airline 來找我人嘅時，才找這 apprentice 嘅時，伊度我人有一個上個講，按照講pameran咯，有一個展覽，可能咯所以上個 SQ 啦，所以伊起來咯學堂啦，伊來咯學堂 recruit 伊來我學堂嘅recruit 我人嘅，แล้ว學堂度好好嘅 remark 咯，所以我到處講我都攰啊咯 ，theory 我冇未曉，but practical 我會曉嘛，แล้ว我去即教我先生。爽嘅嘛，係咪本 A， 隔兩本 A แล้ว he recommend 咯，he recommend 咯，伊講this is good boy， 我聽到伊講過 ，OK， แล้ว係咪飛機？我唔知就這咯，依家隔兩 almost 我看 CX 啦 ，Philippines 啦。CIC Cathay SQ 啦 ，Singapore Airlines Cathay Pacific 啦，CPAC 對，แล้ว個家己咯，Kangaroo 咯，Qantas 咯，Qantas 家己來咯，然後佢嗰陣時冇 budget air 個嘛，所以阿個有幾間阿間6-7間嘅即 recruitment 社亦 manager 過來咯，然後。航機嘛，แล้ว我佢有講廣話嘛，哎呀你好嘛，所以隔了嘅 student 都冇咩會曉講，但係曉講人家己嘅 native language 啊，冇話喺度咯。要把你亞洲學生借咗嚇，係是幾人嘅？有航機，我同我講有講有航機，有。特別馬來西亞咧，馬來西亞冇。馬來西亞，較似較。啲 pilot 位啦 ，OK， 較係啲 pilot 位，因為即係3工嘅嘛，屬實3工嘅，冇人愛做嘅，有時候我講就係零門嘅就換工，然講好話咯，咧呢度突然間看到哇，印度嘅女行一間航機 ，OK， 然後即印度，係咧，係即係未車路係只看了。對，แล้ว我計講好話咯，講計講淨係睇到啲圖咯，去白膠咯，係咪？แล้ว唔貴新嘅 customer 接起嚟 casino 有 provide 唔知10 call unknown call， 哎呀 unknown call 啦，真嘅，唔知 sorry 兩拍電話嚟。聽到啊？聽到。唔知出去款話，我係就唔是你嘅咋？我知。你講。了嚇，即印度嘅航機車路啊？不，有車路哦。有啦。就是我到直頭第3日後，我是寫到講我講啦 ，pack your stuff。哎呦，俾香港啊！個接就冇哇！我都好意思啦，你而家背㗎了，哇！安尼快啊，係事。對啦，你自己做 apprentice，你都走上去邊做？做估啊？
我 apprentice 迄邊上個愛是兩年，OK OK。兩年。特別，所以咪是條經調，咪是學，咪是 good 本好本，那塊就經調喎。是quite OK 啦，已經啦，因為呢度看你預測嘅啦，在你面嘅嘅啦，喺度面 interview 都了嘅嘛，就係講你是 Malaysian，然後呢度做你嘅 passport 你面嘅嘅了，然後講咩嘛，而家邊個做嘅嘛，特別去香港啊，特別去香港做啊，呢次是 under 香港咪是 under CX 咯 ，under 幾多啊 ？CX under 幾多？啊是 airport 咧，冇是CX airline 唔是 airport 咧。OK。然後嗰陣時因為日本 from 舊嘅 airport， 冇咗之後 migrate 去新嘅 airport 嘛，所以伊人 short of 真係些 staff。OK。嚇，然後真係航機自己本身都比較 handle pilots， 因為香港嘅 CX pilot 嗰啲是Swire Group 嘅，即係講樣是阿摩人嗰啲。所以我人對我人嚟講是較爭啦，對 handle 伊人嚟講，因為熟悉伊人嘅 pilot 嗬，有時間嚟曉 landing take off cruising 一項嘢，所以真係物件伊人未曉嘅，嚇，一樣寫 technical log，我人冇會讀來聽嘅，寫個大概二三路貫咧，我人比較怪，所以但是今日我嚟使加去發嘅伊人，罵伊人講伊人一項嘢嘅，然後 OK 啦，但是我是 apprentice 啦，然後我看到我 senior 幾嗱啲 Malaysians， 伊人本事對佢做啦，有樣學樣啦，就是學咯 OK 啦，然後我就想講有啲是真我冇顧嘅，senior 條命，個在 I mean life 啦，個在 start 啦 begin from in Hong Kong 啦，然後我感覺到是冇安尼簡單，去嗰邊我就是成個 foreigner，Bangladesh 安尼款，so turn me down again。Because 我 vacation 我好兩年3年我冇 Christmas 嘅，我冇 Chinese New Year 嘅，你冇探班嘅，冇探班嘅。但係特別 apprentice 有探女哦。apprentice 有，伊上家講第 minimum 嘅學路咯，5,000。OK。香港嘅女。一個月啊？一個月，包食包大。OK。包 laundry。OK。然後你就是迄邊你本是愛正咯，你無正你袂去嘅，你無正你個在你本是未把勢，會互人訂了死，所以你愛找好 target 咯。OK， 我頭先講過啦嘛，就是講你愛做 apprentice 時，你愛 call network， 你先寫啦，然後來 interview 你嘅啦，你 connection 水 ，OK， 你過去。But when 你到迄個 airport 了，個無成喎，你 industry 啊，冇人照講，你個頭實冇人照講了。你好，但是呢，如果愛找新嘅 target 咧喎，你愛找唔是攞伊 employ。唔是愛攞掉嘅嚇 ，employ 愛撕掉嘅嚇。你按咗計食就我唔知 employ 成咗算。OK，employ 就是OK，bằng格啦，還是靠bằng格是唔是？對，pilot 這撕掉就是按怎叫啊？office no，how do you call it 啊？我唔記啊 ，captain 要 captain number 1啊 ，number 2First officer 1 first officer 2， 然後 second officer， 按下算落去。所以我人嘅是 foreman。攏穿上 uniform 呢，可能。是講我人嘅 logo 無像，我人嘅 logo 無像。我人嘅 logo 無像。所以我人嘅 lining 邊啊有 purple colour 嘅線。有 purple colour 嘅線捆掉嘢，所以伊本是照水4條 foreman。แล้ว接落去 senior LAE junior LAE แล้วก็จะได้สิให้มีบุญบ่อยสังกัดสิใช่ไหมเอาไปเกี่ยมีเนี่ย LAE 是咩啊 license aircraft engineer OK so อี是อาหารปุ่นเนี่ยแล้ว咱就毛毛菇看你人講那時我先嚟聽講毛毛菇安怎會做 license aircraft engineer when 伊都是前面
因為是做下手嘛。哇！你離譜咩？我就是講啲這啲飛機。唔係，肯定接嚟攞對聽到你告訴我，肯定接嚟告訴 ，OK？ Then 他是快掉，他是未請買過。啊對，迄是目睭是只拉迄個。你當然目睭是未快掉啊，變做魚啊，就來魚當佢。啊，魚啊，變咗來，佢未聽會到。OK，咱莫吹大個，咱又袂使吹咧怪嘅啦。講，咱就會學 local 人講咱河南話。啊，對。所以我無法咯，我莫去吹三條線嘅咯。三條線，減一級淡薄。你莫得唔計人講我煮菜好人食啦，我煮 Malaysian food 啦。你是蝦米人呢？佢就是香港人啊，是香港人，香港人。你一樣度大聲無用嘅，好似種人嘅，原本是家己啲家行起來嘅，然後一樣到一個家己啲家係咩意思？河南話啦，然後冇。特別係靠關係啦，你特別靠關係本。快出嚟，因為伊人會壓掉三條線啦，做20年。我按做3條線，20年都未起4條線。所以是 forever， 隻股啊，本是3條線，你是講。所以可能人呢都質疑是第一雙嘅了。伊感覺得伊人是的一樣嘅把。seniority 真係關。OK， 哇！你搞我所以對，這是 PR 嚟啊 ，OK， 所以就係講伊安尼款嘅人是家己，會唔會是婆家己家下邊嘅人？你婆嘅意思真係少嘅，就是講。Yes，OK，你會幫助到你嚟看到。伊會幫助到你嘅，然後你去，按照講你去食酒，去啉酒啦，馬計正可以出類。呢即是陣間可以有掛，有啥有 status 呢，有地位呢。對，即是講啲講槍不啦，啲飛機掉那邊，感覺到伊是頭家，你出去甲伊，本是伊是頭家。OK。這是叫做人啦，會曉做人又識做啦。然後到迄邊。OK 啦，我個人選擇好，但係我本未 escape from 你 season 4 holiday 咯，我就愛做工。所以你是完全冇 holiday 啊？是你放8日？OK， 特別 main holiday 你冇通放。對，然後我做一陣冇開心了誒，然後教我 passing 我嘅 apprentice 過了 ，OK， 我就即係switch 條線，一條 bar LAE 嘅事。然後我就開始做工，嗰陣時做工，你本無通講，哇！幾隻飛機，你 Q 個了無嘅哦，你可能你識換台啊呢？你搭下子讀換台啊，看換台啊，即 air pressure 做下你 basic 工嚟嘅。一啲做起啦。你本無通參加一個摩托館咧，可能徛啲迄個 aerobic 開門 ，Hello， welcome to Hong Kong。No， 你無通呢？OK， 你無通講咧加 contact 加 cabin crew 嘅無誒。實在啲嘅。你是啲下卡倒曬呢種嘅。literally 我一隻就係倒曬啊！你叫小李ចាំ辦嘛？對，小李ចាំ辦啦。你就咪 remove 嘢你曬湯嘛 ？remove 係曬湯咯，係咯。特別 remove 曬湯以後，你一個 hazardous fee 咯。即是講隻危險嘅工咯，驚曬搏掉你咧，後你嘅1000塊咯。嘅攤啊！然後 OK 啦，做是不是？我本來講我就愛看你 starting 啦，我都唔係是愛看啲 start 啦。然後嗰陣時我bắt到一間China N島嘅 Malaysian，伊上個王傑邊嚟看你。王傑超乖咧，王傑啊。後生王傑。然後特別伊是初步啦。OK， 伊錯咗咧，伊波是沙巴漢，不是 MS 嘅 crew 嚟。OK，特別伊是 engineer 啊，
呀，因為伊喺香港，伊一人，伊冇介到隻，伊冇喺馬來西亞嘛，然後伊冇變到我介真正 good friend 啦。哦，就識佢啦。maybe 較 close 淡薄，安尼看啦 ，OK。然後嗰陣時，伊就講，OK，伊愛陪 holiday。然後我講，我唔知呀，嗰陣時我去 Vancouver，我諗 plan 好去 Vancouver。然後做好 ticket 㗎啦，做好啦 FOC ticket 㗎啦，做好了，然後。我愛背啊就，ลองเป็นลุยล่ะลอง伊冇嚇，伊背起先，伊背起 one day before 我，then 我就 next day 甲通背，因為我係 leave 通可以啊，嗰陣時是 winter，冇到 Christmas 個，我記，然後我成日是 M 愛背，M 12點背記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嚇，下晡3點我就 receive 嚟 call，頭家甲我講，你袂使背。我冇學你背，用見你愛去 replace。哎呦，我 cancel 你 leave。嚇！哇 ，collapse 咯，然後這是頭一擺啦，然後我咁感覺到，哎呀，算啦，唔要緊嘅，我係趁食唔係尷尬咯。So second year 不是想跟我一個朋友白去，因為我要學佢白去咗要。而家當 endorse 啊，係嘛 ？Yes。然後第二擺。我愛去 New Zealand Auckland，即我未得閒啦。伊個隻 again，伊 cancel 掉我，伊教我，伊帶佢我係咪？你嘢就啲個要安怎？我買好你背，我 remove 掉你嘅 cancel，remove 掉你嘅 free ticket，你愛去不去都冇行去，都冇行 check in。所以我感覺到policy 安尼款嘅咩？就是假是合我是安尼款是 Malaysian 呀，然後。嗰陣時先到是隨架了去啊啦，แล้ว冇phone對嚟新加坡 airline 朋友問佢講，愛請人買咯，安尼看咯。哦，所以你下邊做啊冇頭家冇好啦，做都冇係呀，แล้ว上邊對新加坡啦。對，แล้วอันนั้น冇上對嚟馬來西亞。別，係咪屬於？別介人做工。冇交工啊，冇咩？唔是冇交工，是伊人開咱暖做。哦 ，OK， 我未介人做工，會曉誒。因為真是聽到你做這行，人家來會知嘛。MS 啊 ，better not。OK， 所以你當對時你是要去新加坡 airline 啊？新加坡 airline，然後新加坡 airline。特別你8人啊，還是有8人？有8人嘅，然後我妹咯。你在香港落久？你在香港你落久？我就是我在香港有4年。OK，because they at least 要4年 apprentice。OK。然後我覺得興邦呢？興嘅咩？興邦係咩意思 ？contract。所以你是在啲間喺你學堂嚟幫啊？你學堂特別做4年。做 apprentice 就愛興人嘅，愛4年是1年啊。就我未記啊，我再講 SQ 有教我興類。所以你未使上早出嘅，但是講人被請落嚟，講人就被提嚟興。背我過去。背都過去，OK。背我過去嘅。then OK， 這擺就用到。頭先我講啦嘛，係你三條線。So 伊喺度教我 again，伊行寫一 letter testimonial job sign 好我咯。然後我就也一 letter 教我嘅 license，教了過去和 SQ 咯。哇！人看到講哇，有人 recommend 啊。OK， 我頭一個 interview through Skype 咯。哇 ，Skype 咩是？有 Skype 啦嘛。幾年你是？即是 before 變得好勁喎。before 變得好勁咯 ，before 變得好勁。我真係古仔 Skype 嘅老師嚟嘅。只要點解變得好勁，咪用佢 Skype。冇 first interview 就是過去邊，然後 second interview 就叫我背去邊，然後過一個禮拜就講 OK。伊講特別我未幫你啲即是講係叫咩地位啊？airport 那邊，我愛幫你到 warehouse。OK。我講 OK 啊，我講我都做下你工坐工啦嘛，你都叫我去開門啊 ，Hello welcome to Singapore。未啦 ，warehouse 係咪是講你用飛機
拍嘢是不是你係咪是上去啊？你去邊位考試做啊？就咁條。Yes，就是講我第一筆是做 heavy maintenance。OK，踢架春骨，好似種愛做 X-ray 嘅 service 啦，伊唔是成個講係幾點鐘嘅可能嚇。check D-check 咯，隨我叫 D-check 咯。是較坎坷、較垃圾，國家自打包嘅位咯。一間查某本無嘅咯。แล้วOK 咯，แล้วหมอ過來啊，順順利利過來แล้ว第一我無暑假係古仔，唔過定係布里話咯。第二我做咩說愛經即個先 SQ，because 我對處應。學話我對處本應，然後工資個借，OK，$10嘛，個價關嘛，所以 OK 咯，我接佢做，嗰陣時是幾年啊？2000，但我算下2003、2004啊，你哋我未記應該是咁樣款。然後咱我做，像我用到啲我做人嘅technique 咯，就是講小白人，我起啊就咩？我起錢啊咩？我大兵，我古早就咪就起我打包大兵學我頭嘅。所以我本起啊就咩？我 license 貴啊，唔過 license 是 by airport 本嚟嘛 ，airport 啲人我出名嘅嘛。所以成日講就 stupid 啊，call 佢哋講 Mayday，佢哋啊啲物件佢了啊講。我今日就計了啦呀，CAAS 啊，你 paper 啦嚇，แล้วขี้ยาแล้ว做แล้ว搞掂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หมอ順做㗎，做แล้ว變到哇，睇見新嘅一間嘅 warehouse，但係 I'm the only Chinese 嚇，出嚟嘅แล้ว是หัวหน้า即係 Malay friends 嘅แล้ว我本計啦get around because 我ขี้嘅邊我冇好咧呢，我係講หัวหน้า話。一樣熟咯，我哋話咩不拉真海人。這是新加坡嘅可能係馬來西亞。新加坡嘅 Malay friends 冇嘅人 Malaysia 可能冇過來嘅。OK。是local 嘅呢。OK。แล้ว伊人冇講歡喜，因為我 respect 伊人when they 播沙，我冇叫伊人做 heavy 嘅工，我講 OK today。博沙 start 了，頭幾節都 OK， 所以接落嚟，你感覺到你需要幾點鐘做工？我會亂伊人啦，我會害人爭沙，但係人重要嘅是，人愛 work hard 㗎嘛，人愛 team。就我冇可能講幾隻飛機搭了誒 boat and nuts， 我愛 top range， 就是講愛驗過講，whether 你到係 range 冇嘅嘛，我冇切掉嘅，所以 that's why we need teamwork。所以我相信你相信我 ，OK，together we push the aircraft out at the same time。可能有攞 OT， OK， 我會去 send OT 出來，做啦 ，that's why 我頭家要學我啦，我就講我 technician 不相信我啦，要學我本啦 ，OK 啦，佢。叮叮叮，叮叮叮啊嘛，都播放 music。再講啲 music 嗰啲鬼嘢。嗰隻酷星連嘅。酷星連你告訴。我啦講住啦。Then OK，到家2007年。8月、7月嗰陣時 ，after bonus 我會記 ，after bonus。你到底新加坡嚟幾年還是？冇幾年。嗰是3年後4年後。Then 到2007年嘅時，9月啦，應該是9月，因為7月我哋有 bonus 我會記。然後我爺咧，我就真歡喜啦，我就去請我係 team 嘅人去食飯，就陪了佢講 OK，next year we fight for me 你知啦，就講係 stupid 嘅話嘅啦，cheer 人 up 咩做好我物件啦 OK， 然後冇 back to normal 啦，去做工，然後直接 suddenly airport 有人打電話嚟，
你講最，這是講都好都好似飛機是 under Y license，伊是無應 not Airbus。OK。then 頭嘅我講OK，伊講你坐6個人，你家己7個人，你換一個 van 過去外口去 airport 位，啲有飛機泊到迄邊，擺幾點就愛出了，伊有有10幾個 defect。唔過 airport 無夠人，so 當然都有點聲去，我講OK 啊 ，no problem，because 隻飛機都無夠時間過，然後我坐幾個人去，6個人去咯，然後人冇歡喜啊，去嗰邊嘅是 ，Oh my god，按照飛機泊出邊 step 嗰度本無，係咪意思？這是講normally 飛機泊啲外口無 contact 個 aero bridge，冇是泊到外口嘅 bay 咯，我叫 outside bay 咯。所以你飛機泊對邊是 nothing， 但係只隻飛機對邊嘅，然後你邊啊冇八隻飛機嘅，有真係航隻大啦，即係講好多 space 啲邊，做工嘅話，寫飛機對邊嘅啦，係啦，所以我人講咧，我講咗冇人叫 step，好人叫 step，就是講，就是講好多起飛機，對，แล้ว按咗冇人 order 這個物件，然後我叫佢來幾點？所以 OK， 我叫我第二聲講 OK， 你去 call 先嗰陣時，我係叫講你去 call call tower control tower，計講我係一個 step， 我係做工，佢幾點咪出，然後冇計講俾係咪幾號嘅飛機，然後等3字都冇人嚟，我入見我講人成起而成，而家所以就關急掉幾點鐘就會做啊，แล้ว掉แล้วก็จะจั่วกว่าเขา because เอง冇 shelter 嘅嘛，冇 shelter 好รู้จักรู้กัน啦啲飛機會卡，แล้ว不是只做誒 airport then OK， 嗱擺咱看戲講看戲，迄個飛機嘅戲，伊會頭頂啲 passenger 白個卡高啊，白個倒落去，白個倒是無影嘅 ，OK 是，迄是做戲啊 ，but 伊有一個 access 就是啲 nose gear 頭前位 ，is the back 到。你是一片坑嗰邊會開起來，你看條一片坑嘅呢？No， 是伊 nose gear 是伊 landing gear， 伊頭前 land， 頭前 land， 有一個四角坑，你開掉伊門了，你頭前 compartment， 迄個就是 electronic 電腦㗎啦，對邊嘅。OK， 電腦迄邊嘅了，如果再開嘅一個門，迄個就是就個 cockpit 環境入邊嘅。cockpit 唔是狂環境啦，伊 corridor，OK， แล้วลูกคุย出來了，入去那邊啦，แล้ว OK 啦，就順利吧，入去了，落嚟啦。所以我說啲一堆冇，比較是冇樓梯嘅，所以你就話啲一堆連喺邊嘅坑嚟擺入去，對。對，然後一道機器了嘛，機器了，佢哋飛機度暗疏疏咯，冇電冇。暗疏疏嘅嘛，因為伊冇電冇aircon啦，佢就做一隻 heat。盡量做I think 邊應該有 almost 50 Celsius 啊，50 degree Celsius 那邊嚟做。所以只係 heat， 所以 OK 我去看 technical log， แล้ว我 technician 㗎啦偷生了誒，面㗎啦偷生㗎啦，哇㗎啦有 six pack 㗎啦誒，死，哇แล้ว OK 看，小氣去看第二個落，我講OK 做工做半工做咯，然後我就半甲其他工課嘅工，我就落來寫嚟看呢，然後佢哋工嗰是 inspection 嘅嘛，因為伊個落是寫講飛機嘅門有淡薄 loose， 聽到聲，所以愛叫我去找 defect， 要麼就係咪數，所以咁啦半好工了，door number one，OK，door number one， door number one 就頭前啊，頭前大擺攏這邊位，盡量 frequent 用嘅，就是加咩牌嘅嘛。then 冇叫佢去做了 ，OK， 我講我整好我嚟safety lanyard㗎了，整好了。แล้ว我就是我 totally 我未記，我是第一卡起來。我想講我啲門會出來，然後我看到對門。我冇去想到這樣子物件。你想講是平時你有 step 起來下邊，然後你關時啊，就特別有時有 step 起來，直到你冇未記講你頭前冇 step。
yes then 咱就行陪甲半工，有咧去斗火，有咧去toilet做 flushing system，甲了有人睬我啦嘛，然後我去做啊物件，後來我就去門是 disarm 了誒，你會使一頭病啊開門了誒，so normally 你病開門，伊門是啊重嘅嘛，然後伊有 hydraulic 喺內邊嘅，有成個 hydraulic 誒 suspension 喺內邊甲了誒，慢慢開門，未使使 slam the door，慢慢開。我屬實我唔知，我開門就開出去，我會記得 moment 有 pressure from aircraft， 伊就 push 伊門，無講真快啦，伊是較慢淡薄咯。然後人嘅手就關係驗掉迄個病，迄個 silver colour 嘅迄個叫咩啊？electric 嚇。一拉冇見到一邊咯，一拉卡機冇吹出去外口打了咯。你未見到你冇 step 到嗰邊？呀 ，step 冇來個。了我一頭拍領刀咯，因為我失去平衡嘛。了我有 safety 嘅迄個 belt 拔掉，我哎呀，屬實真攞你。有事冇有事啦。OK， 我冇嚟講，我 direct 去托卡對，然後我補到把你物件，伊把你hose 把你 piping burst， 即係伊個 pipe 裡面有 chemical， 係咪你看物件係？Yeah，because 伊冇 release 佢隻 aircraft 嘅 pressure， 因為佢隻部機個 pressure 掉個，even though 所以轉出嚟，對。所以我就加樓，然後我就像 Spiderman 嚟款掉，我輕咗一半掉，然後伊就噴了啦，噗showering哦，真啊解呢種啊，然後伊掉落目睭，掉落喙，我規身軀嚟 burning sensation。啊，伊是蝦米物件嚟？到底你鬼是？伊是咱嘅 aircraft 係 hydraulic oil 嚟，就是因為係 aircraft 係 hydraulic oil，甲咱平時用嘅 hydraulic oil 是 totally different 兩項物件。因為你 hydraulic oil 你無賺到你身軀啦，成日你來做人甲走人吼，你多淡薄啲教因為，然後 those people who sit on it， 伊解啊，伊看緊啊，伊規個卡喙。成日條火騰，就燒晒紅油，然後就是燒出嚟。比紅油更加解哦。所以咧，係你做呢個咧，你撞掉你規面話你掉掉就啲飛機咧掉掉。咁咯，然後外面跟佢走過來嘛，then 伊人 try to pull 嗰個 safety belt， 我講 no， 咪擺啦，亂走，到佢亂應該做嘅，亂 call whoever。我係叫我美人，然後我就冇嘢。你熄氣咯，然後when 我車時正好笑就是安怎樣冇成我去 hospital 先嘅。哦，你到路車時就到路 clinic。哦，我人嘅 airport 嚟，然後。有時甲我洗目睭咯，用另外一個 chemical 甲我洗目睭咯。但我起來時，我知講我是未講話，我喙是險，後嚟是經是解了嘅。然後你目睭看到啊是？因為用另外一個 chemical 甲我洗了咧，有淡薄險嘅。然後喙是險啦，目睭是 OK 啦。然後另外一個地方，尤其是結花。卡嘴坑，即是。加你頭，加舌頭。哦，你骨膠頭。骨膠嚇。係咪是只絲嚇，只熱？是熱所以你是規身軀淡嘅了，你是。有啦。所以邊只 sensitive area 成日配個波，而家都就只絲嚇。對，嚇。然所以我 reaction。我教樓嘅時，我是美人講，唔係辦法了，讓愛嘅人不到是安尼款嘅意思。佢嗰陣時我是110 110 kilogram。所以你再講係你 momentum 你教樓落去嘅時是真係咩呀？
So 我車時就是ada kan ya. Aku okay. You sekarang boleh nampak boleh nafas misi mana? Orang boleh. Dia kata okay saya akan panggil ambulans datang. You nak ambulans you pergi check up. Oh okay lo, betul ikil. Jika pengen chắc quy sinh cu cái lão是無數，然後我講我目睭就無險，我後領破，伊講破後領是破皮，然後別見會食咩好嘅，我講目睭呢，然後無數啊，水水啊，去做 X-ray 好啊，然後係上啊，即個禮拜後，我少學 MC，actually 我少學 MC，然後我就感覺到個安怎。有幫背佢我目睭。哦，你看佢成影咧。影，and 款，然後我到對去這 hospital，伊甲我講，有破坑跌落 retina。哦。咧伊度甲我做利息，甲我成波到對波㗎了，然後佢就冇事了，然後 another 2 weeks，唔是幫啊，何線嚟喎？哦，較大點啦。較大點啦，然後有淡薄緊張啦。你攞冰白乜嚟？攞冰，攞冰 at same time。然後第三，你有還佬啊？未係開始？還佬了誒，แล้ว去到第三道嘅時，伊甲甲我講，上下是未好勢喎。這是到你攞關注到啲新加坡。新加坡，失敗啦都。你是因為上期乜嘢影響你？我明白影響你，所以你還是當今你感覺到安怎？還是你感覺到安怎？你激心？激啦就你白家來管，你做家來做物件。經過呢隻物件，甲到下咧地步，當今就是這個，安尼款寫 mistake。OK， 我係講是我家己嘅 mistake。accident 啦，本。然後冇解了去到就是，你是講啥？拍拼安尼一年，風險就係你隻目睭一波就突出去就冇解了，嗰時。But 有開心嘅物件啦，即是講古早咱嘛講咱有人嘅一打愛做下物。But at least 我做到嘅物件就是講我做好一個 LE，then 我愛做嘅對付嘅一項物件就是講，你背個有關於安怎，你冇是愛我動路，你該出條背。So 我有一個 dream 就是講，我畫一個人頭 ，orang lidi，you know， 我畫一隻啲嘢delphin 就是講係 horizontal vertical 嘅 fin 咋，jaws 嘅 fin 啲邊會有啲關，佢個係喺呢地方冇人去看嘅。Yes， 所以我就畫我家己嘅人啲頭頂面。這是 before accident 嘅事啊 ！before accident 嘅事。你做幾隻？我做好幾隻，我做 747，全世界第100隻，因為每一隻飛機有算嘅嘛，因為 S2 都好買的好似隻是第100隻嘛，所以真正安怎真正有紀念嘅一個 moment 嚟嘅，所以都好隻飛機喺我手，然後我就擺喺頭頂。然後我去，即畫一隻兩個樣到明。這畫一隻是兩歡喜嘅事，也都比本身畫嘅。然後我會記，然後第二個就是假嘢不記頭，推咯。你做咩事？唔知喎，我唔知，我今日就講 ，OK， 我做舊嘅物件啦，我做舊嘅物件啦，我冇寫衰人，然後就可能會見落話啩，我掉喺物件 revenge 報應 ，OK， 冇啦。所以你講看頭先了。頭先我記
到對迄個 doctor，還是到少 對 MC 迄個個啦。本處，無啦，對做工啊咯。哦，對做工啊，然後 OK 啊，你做工啊。我係做工，假了 body 假了物件是 OK，是假了目睭爾。然後都真奇怪啦，去看到對時講哦，身家是有問題，我講係咪問題？咧伊度 flip 我嘅report，看到對，伊講我就是驗過，我驗未到有一個物件，哦，我人看 X-ray through 咧目睭，我人看到嘅是 everything normal，OK，so 伊 explain 互我一條。一個物件是講，伊講目睭是一個 external 嘅一個 organ，like 人嘅 testicle，或 maybe 人嘅 nail，或人嘅 hair，或人嘅牙，啊物件。所以聽是會聽，但係內面嘅 fluid，你較艱苦隻嘅。所以我會是用 eyesight，嗰陣時嘅 technology 是講用 X-ray 去看你目睭爾。所以看到是有破坑，你 retina 幾那條。是已經 damage 去了嘅，慢慢 damage 去。所以就所以路安尼款，所以 in 新加坡我是冇出條看。maybe 對馬來西亞。伊是咁講，但我就冇出條看意思係咩意思？是講冇出條醫路咯，冇出條做咯。你樣式冇幫行，因為未做幫行咧，意思是講。未做，冇，因為伊講係啲 chemical。remain 嗰啲那邊個，是講伊未做愈險了，特別伊另外一種嘅 chemical，像個講咱 separate 出來，像個咱嘅 blood cell 那邊較濟物件嘛，所以伊講可能那邊有一個物件啲 attack 掉咯。伊是愛 explain 互我聽啦，然後咱冇講過，咱冇真正 sad，然後但是好像發燒喎。發燒咧，我就甲頭家講，我未來做工，都互我 leave 我 MC 幾那日嚟講，OK go，然後有幾那里我 team 嘅幾個係咁知啊啦，就是幾個做工嘅咁知啦，幾那里好心嘅Indian friends，伊樣就互我一個地址，伊講，我同佢我甲你做network connection，你飛去 New Delhi。去 check 目睭。一百有老冠一百會 check。這是幾個月㗎？這是8個月、9個月。10個月咯。10個月啦 ，OK。所以這準本啊，了還是你有感覺到目睭是直看到學生，還是有較慘個？冇因為，但是你袂使較光嘅地方，你有較光嘅、較 bright 嘅地方，咪互我第好。OK，咩度我第好，所以我就飛去變咗有人 intercept 啦，伊 maybe 是伊家己人啦，真好。喺印度得㗎，大理啊，New Delhi 咯，New Delhi 咯，然後就坐我載我讀車啦，載我去老官處，然後接去啦就知道教我了喎，真好笑嘅喎，然後你看咧，伊度伊 slang 我冇咩嘢聽，不要聽啦，印度腔實當，印度腔，然後變到伊出來人度 explain 咯，慢慢 explain 互我聽，然後伊講嘅物件甲新加坡嘅老官講嘅物件是像嘅。講吧，然後你未做保行，然後對嚟哦 ，again 另外一個國家人就甲我講，你去廣州，然後我嗰陣去廣州，廣州是N啦，第二單咧，伊就甲我講，叫我買拍生女啊，買了你時間，買了你鐳。路就是stage 4啊，的意思。未驚啦，未救掉啦。對。然後我對剛來新加坡時，嗰陣時我就實有淡薄痛了。目睭啊？目睭淡薄痛了。因為我 stress 我家己開始數。然後我去看到對我看老官。伊成 certified 我死去安尼款啊衰。安怎咪事？伊直到互我一個 deadline，3個月。
你有3個月會看到。哦，你這3個月入面，你就去做了你家己嘅物件。Oh my 唔係等你看無了，你係物件冇機會做。哦，OK OK，所以是俾學你準備講，你這3個月內你都未看到物件，所以你愛看蝦米物件，你看咩去看，然後那係講講，你這後尾這機會。呀，對咯，這是貴貴還是？啊，係啊，屬實是冇夠3個月，就1個幾咯，就1個幾 ，OK。就1個幾咯。然後伊個3個月，我感覺你對巴黎嘅啦，伊應該是算10個月起，甲我講嘅是3個月嘛，結果是剩1個月半呢。哦，伊是到底 accident 起3個月。哈，你乜嘢做會好？哈，我亂做是你想到咩？ from 這個 hospital 出來時，我腦都是想，係嘛？哦，你嘛知啊未還是？未知個。等間有一暝時，我打電話對去，我甲伊講，但係嗰陣其實我考個博士，我甲伊抱我甲伊講，我就第日我想對厝會使喎。咧伊就問我講，你做工做好好，就順來對來。然後我問伊講，做咩事都唔買我對來。都買我了哈。伊講無，伊講你做喺邊做好好，你生活好好，你到迄邊買對來。然後我講，我放假對來，特別我放假就等第4日倒對去。伊講OK，都對來。還是你無甲伊講到，你目睭數個啦？我無甲伊講過。我馬上加開喙。แล้ว我 prepare 這些物件咯，啲迄個1個月半，我做我做緊了嚟 finance 嘅物件 ，commitment 嘅物件，我 settle 緊了，我 one Q 做緊了物件，做緊了，就是等於當我變前面人。呀，我是愛看 plan，然後我就對去咯，物件緊了 settle from Singapore，物件緊了move by cargo 對來 ship by cargo 對來了，然後是你是 resign 啊？唔 resign 個，伊買互我幫，伊買幫我，伊互我6個月嘅paid leave。OK。唔過伊有冇知我佇即邊係咪 accident 嘅嘛？所以冇個只大數，伊樣個使別，佢但是別使有 news，比較是唔得嘅。然後伊有甲我講有 agreement，嗰陣時講叫我買個 press con 啊，叭叭叭都知啦，即對，叫你點點，OK，嘟，然後我轉來了。我感覺就是OK，我對啦，等於我看會到，耶，介歡喜呢。然後我大下子看我嘛都會點。你咪會記掉嘛？心真驚。然後就出來物件歹嘅了，慢慢去做好迄個先咯，慢慢去做好。Then 到個12月 before Christmas。你是19號還是20號？我有去看鄧人藥，鄧人先生，鄧人先生，然後我食真係食 herbs，然後 I don't know 是唔是一樣 trigger 到嘅是係物件，所以我感覺到我真係 sick。OK，because Chinese 我冇解講我目睭有事。我接受去把脈，伊講我心臟有事。然後你知鄧人，我嘛得養老一輩，就是上先到半死嘅嘛。然後逼我食咯，我冇食咯，順人意咯，咪食咯，到我19、20號啊，嗰陣時我感覺到 I'm so sick，我頭家只痛，我照本淡薄痛呀，大熱。然後我冇去那邊嘅G two 嘅 hotel G two 嘅 hospital，然後都到這老官本怪 OK，
掛屋企甲我食 friend，然後伊講咱找日子，你愛互我開你目睭嘛？其實 operation，只要開你目睭出來看，到底內面發生係咩事啊嘛？OK。然後伊甲我一句，當人咱愛搏的。我講是哦，愛搏的咯，當人就是自家搏嘛。然後我講，當今咱咪做，咱做一邊，咱咪做先。當今你互我過即個 Christmas 嗰時明年嘅做先。伊講 OK 好咯，咧一樣就叫我多一名大陸嘅目睭，即是講變樣嘅目睭，害你咱嘅開大氣嚇，對。害大陸伊隻然後我甲伊講，其實我真啊坎坷咧，我講我媽放這有水會使哦，但係你 Miss insist 愛放我，然後 OK 咯，我放，但係愛等。嗰陣時愛等老官來，早起8點，something like that，先叫我放先嘅，早起早。然後放落去了，我都困去哦。我想是困去。然後我開目睭時，安怎我聽到鳥佇我 window 嘅聲，有 miss patient 佇外口行來行去。but then 我看無到物件。暗。是布布爆炸，爆冇去嘅了。然後我坐在門窗位，我唔知我係做咩。然後落到密斯來了，我甲伊講，我無時甲你講話。然後我直頭困落去，我又轉頭冚我嘅頭起來，然後我喊。你無開到到？佢是後來才開到一道。即係你家己心裏面，你是在講，你當然是看唔到啊。然後，人嘅 phone 古早1 2 3，你 set emergency call。1號是住，2號是住嘅嘛。然後第1號 call 咪得咯。我講等下晡人來接我了。你咪對啊！我對錯了，即係是你嘛知啦 ，obviously。你對哪嘢是你家講啊？對哪個家講，然後我個鎖就講，哎呀，冇事啦，A 嘅，咪看咯，你咪係看咯。對咯。你當然想起你會記你係心情。feel 到同佢基本但你這年你個成個 relief 咧，你講這個事時，哎呀，最上去啦，人愛嘛，對唔對？你是想對，你是想個物件個聊啊，聊咯，你看，對，我辛辛苦苦物件，解了無嘢。然後我嗰陣時人有想過講，我慢慢 settle 物件個了，對人接受講我是一個前面人，是假騙人。I'm not ready。I am not ready。然後我感覺到講，佢世界人欠我。Of course，你只是。你 feel anger 不呐？你想？Why me？ the news 對。Why me？ Not him。冇公平。Yeah, not fair to me。So I had myself for 3 years。我見我家己啲環境會。我咪見人，我感覺到講，人欠我。sorry 啊，同佢是講啦，我是 practice 佢自己嘅心情可能在。這是幾年啊？這是到2007嘅時掉嚇。200啊。是哦。200嘅時咯，200嘅時咯，對咯。佢哋我白到啦嘛。少白話了啊。會前面個還是特別，所以還是你特別你已經是對別人嘅啦，還是做工。差唔多，8
8月幾嘛，8月幾9月是人係等人7月半嘛。你參咧7月半嘅故事嘅時，還是你對條，你已經對佢變嘅。Yes。特別未去看落觀個啦，還是未90幾個。未嚴重過嘅嚇。哦。了。所以嗰陣時是。但係我唔知你前面還是下面我講嘅時候，我唔知嚇。冇人知是 Alex 叫我 ICI 講你去這邊，你交朋友。你還是你 already 已經是隻極心一隻對嚇。哦。所以你還是即，你其實唔對 ICI 咧，冇講就 make up 啫。係得一個 sorry 啦，即係romantic 嘅啦，romantic sorry，所以還是已經是有唔對 ICI 啦 ，ICI 即是 ICI 除掉啦，所以我啱聽就是聽毛毛菇告訴人，我哋會感謝 ICI 啊，即是毛毛菇是 ICI 介紹嚟聽邊啲福建嘅就。你意思講正留咗講笑，未必教你學你歡喜正未記正，可能。伊邊 handle， 伊邊 handle。哦。因為我就 negative 嗰陣時，就全部 negative 啦。即男仔講 maybe 你 join 是201喎。冇啦，207啦。哦。201，另外一個 sorry 咯 ，please 啦。แล้วI join OK ก็มองกู join มันนำใส่จีของของI said ก็會出來個 I said 什麼一特不驚哈哦I do 冇一個จีของ教你嘅 join but anyway แล้ว講到啲你 so 你是你 join 邊啲學嘅了還是我同你講了特別你還是唔知講，特別你已經是咪 accident 過啊嘛？所以你本是無講真會呢咯，你 accident 你來時我有我人唔知講你有安尼 experience。我冇講啊，我冇講啊，嚇，我冇講啊了啊。了你其實我知講你是真正，我唔知其實我唔知你目睭有事，你看你出事係咪我唔知㗎了。特別是講咱邊啲學嘅人，咱無插嘅人，咁樣咪就一定就係插網無插落嚟做咪對。了，所以當今你教家12個月嘅時，你可能經過呢黑暗，家己黑暗嘅世界。還是你有暫時聽佢冇聽邊啲學嘅咯？有，我係有。我冇佢哋 energy， 我冇佢哋心情。then 嗱，人講人情之人，按照講下嗰句話，我邊講，即是講對有一個 jealousy 對邊嘅。哦，哈。嘅，我唔係講騙人。因為嗰陣時，就我有淡薄激心，就是講。本來我跟人講歡喜，人哋笑，雖然是那 positive 嘅 platform 好啊，特別你個經驗到安尼，我講攏冇明白我，攏講爽，攏冇明白我，攏講真爽，so why I pretend 呢？我坎坷嘛，攏啲明笑嘛，所以我心情痛。對，明白。這是人啊，這是人。對，所以你個其實嘛，你個經驗安尼考一過，特別往正就對嘻嘻哈哈無人明白你。對，所以你暫時無來。對啦，特別這是講俾冇講明，這是你個 reaction 嘛，這是你正 reaction。對。所以你離開邊啲學人就估啫，我都冇拉沙條路冇差。我未記咯，我就係講後尾一擺就是講，你會記你梗係會記，我講過一句話，我都記過，我心情聽就是講，你講到美國嘅 cinema，有一個聽戲啊，即係 headphone，所以學前面人會使去看戲。
所以人裏邊啲或者是你就想到 seriously 上家日一百飲變掉我嘅傷口，對。So I think 是會咧 episode 佢我走嘅。所以 feel 到傷到話，黑到你冇 control 對，我個基本未使怪老人嘛，我都冇跟人講嘛。對，對，so 我 understand，but then 有陣時 Q 未掉，被鋪掉你 handbrake，就是照浪過去了，冇辦法。對嚇。所以你吃落股咧，你冇聽？怪股本啊，一年兩年啊？我一年兩年，你應該是，哇！特別你教我講話，你 privately 你教我講話。冇教你講話本，冇教你講話本，先。有我到我今日就講買啦，我冇夠 up to that level，教老人都係。Because 你是感覺到講，哎呀，我前面我被侵了。對，我前面了。攏是 normal 嘅，較了唔快掉嘅，所以你無啥無做嘅，你看啊，我無做嘅，對。我有 feel 到這個物件。所以這3年裏邊，我 try 嚟擺出來。但係叫俾我擺出來是，嗰時有另外一個。我去到 food court 啦又好啦，去到 mall 又好啦，我就會去耳會真 sensitive，聽到人講，喲，前面會出來行咯。前面會出來 food court 食飯。前面會使出來嘅咩？你會聽到人講那款，個人看未起路，你是人，你會聽到人外口講，即係因為到所講邊咧學人咧學到人做隻學，人當見講前面人是正當那是人講好潮物件，人講潮成啊，唔是講潮前面人啦，唔是講我是講潮啊，講嘅是係人都未就被寫字呢，你唔知講人聽到嘅人嘅心情已經過嘅物件是蝦米物件，伊其實會傷到人嘅。所以成個人對外口講如果前面人會紅素來食咧，安尼款是對着一個傷人嘅話，因為人是對人無數人講咧嘻嘻哈哈好笑呢，你有人成人你家講咧，講冇喺度講笑呢，講笑就俾人講聽人唔是รู้嘛。我特別學咗一點，特別你是感覺到，對唔？你講你冇講乜嘢我唔知啦。特別你冇甲人講，冇直接講是我人未曉安款嘅物件，人大漢人嘛，人都未學到會曉，就是冇插講人，你是唔是講傷到人啊？你個嚟再講，即係有可能傷人，你就咪講嗰幾句話。But anyway，你過了你3年。內面過一時咪是只坎坷，自己講自己 try 唔出來。逃避得出。我驚，我歹勢，我愛面水。你感覺到人會笑你？人會笑我，然後我手準腳準。你變咗成個 anxiety 佢都未出門。冇 confidence，然後個有就是人俾來once you register 啲Jabatan Jabatan Kebajikan 意思係人民 welfare。Once you register welfare， those NGO blind society 都係 approach 你嘅，so maybe 我大卡巴啲嘅電話啦，佢學緊話唔要講，對住話唔要講嘅。你一樣都冇 approach 我咗。冇咗 ，nobody know， 冇人 register 我名到一個 NGO 喺入邊，只講我是前面 ，only welfare 就講我是前面嚟咗。Then that's why 我冇係你 disable 嘅 braille 所以你有冇 reach out to look to adapt to 這新嘅 life？ 冇。So 我不有淡薄，到這個 point 我唔感覺到冇人插入 disable 人
無人愛插就是無人愛插嘅，死是死女嘅事。所以但係買煙就冇，這邊冇買喺，煙啊，國家黨咯，但是國家黨咯，然後嗰陣時是細3年那邊，我無好過，我厝內人無好過。對，樣本是但係本地邊錯人好。就咪叫我出嚟啦，出嚟啦，你想轉冇，你是想直頭成個 depression 啊？看買出嚟，買出嚟。有啊，我有 depression 啊。喺呢3年裏邊，屬是我自己我看自己啲邊跳，自己 generate depression 嚟嘅啊。我啲想嘅不敢嘛，真物件。啲 negative 物件，所以就啲all 呢世界。啲 all，我上班我係想講我買咗80尾啦，有一日我安怎好？袂夠咯咋？我啲想安物件啦咋？所以我 depress 到半死。我感覺都不是，時間到了，我買目睭嘅淚水，洗清氣啊。所以我感覺到。唔係我咪肯做人咧，我所講就我較大膽一步，互我行出來就好。我咪辛苦臭。所以你是3年裏面了，你直直安尼到底黑暗嘅世界，到有一日時你感覺到我袂使安尼反接掉，你是唔是？蝦米物件 trigger 你咧？安怎方向你想到是你罵家還是咩物件？係嘛？你是講你買互你罵 experience 安尼就講。拖到你身邊愛你嘅人，教你嘅人。對。你唔歹哦，你唔是歹嘛？你咩人哦？你。我知。你就歹嘛？我食飯，我去浪壁。我冚梅，冚大聲，但是也梅夾自己嘅手卡，大力啊。because 傷自己，你做前面啊嘛，你擺個自己卡，對個自己卡，你成個講了未啊？你是了啊，就是了啊，你無臭啊，所以傷自己本是無代志嘅，我都未看到。好啦，然後上班鐵到曬啦。喲，我喺啲 depression 係，I think 是 under depression 係symptom 嚟。你紅險，你是慢慢去啊？反正講你袂使，你可能是你嘛講咗一句話家，還是你想到一項物件，然後做你想我被 get 到對人可能安怎？會買到啲黑暗世界，你不唔知，慢慢人肯定。冇啦，我感覺就是我買眼淚啦，你看到伊啲好激心嘅，聽到，聽到。你一本櫃子會寫啲都門外口，我看門，我冇看門，一寫啲我門外口呢，伊冇走嘅。伊就嘛叫我買房契，哇，3年啦，看。呀，然後3年佢又叮，哎呦，同埋講緊那個 TV 嘅，然後3年過來出來了 ，experience 都真濟物件，開心物件慢慢來了。我會做真濟物件，就是 the moment that 頭一擺2010年嘅時，我家仲記住。擺。呀。頭一擺記住。但係你會記你 reach out to 我每都是下面嘅，你係看袂起我。我講做咩事？我都冇被逼。我驚，我電我先嚟出來甲你講，我驚，你家特別你家開喙話，我知你想要講只一刀誒。你成日特擺我有一個物件冇咩，我有一個物件哈，特別你冇講，你講冇出，講未出啊？了後尾特別後尾你冇法了，拉起面了，拉起面了，我是想，未啦，我特別阿妹都那時都講，
有人甲我講，看不起我，嗰時係咪嘅？有人我係嚟過嘅，我不會去勉強。哦。啊 Of course 我冇那水啊。低數豆嘅，OK，人家啦會記豆嘅是，應該豆嘅只水 ，OK， 只水，但是也歹死 ，OK， 但伊有一顆真好嘅心，我會記，伊錯我去滅路。啊，到底得嚟？伊錯啊，咁配嘅咩啲？啊，對，แล้ว就是豆嘅何謂車？特別係你同我講啊嘛，係你同我講啊嗬。每個 before 啊冇呀 ，after 咱都成。before 之整，但你但是你到變形啊，你到變形啊，哈哈哈哈，你到變形啊喂。而家我講你毛鬼告訴咁我講日本嘅。OK， 嚟了，所以我已經對嚟啊 ，OK。啊，你對嚟啊，แล้ว豆嘅就制了喂，豆嘅做得制了喂。你較早已經有豆嘅講啊未？啊，我甲豆嘅講咧，所以豆嘅自落來就知啊，你目睭無事。對，แล้ว伊就紅外車咯，愛車做工嘛，แล้ว伊就也想是伊載我咯，嗰時係看咯，แล้ว佢個喺邊，แล้ว伊就咪過掉我咯，แล้ว人就見面咗咯，人就笑攬咗咯，แล้ว就嚇得字外邊都電效嘅咯。啊！你借你嘛？呀！แล้ว其實，咱都 before 都就是你已經甲我講啊，嗬，講你目睭看袂到。我冇甲你講，我甲你講，我有甲你講，但係都成日是無相信嘅那款。哦。because 我甲你講嘅是到 WhatsApp 入邊講嘅，something 嘅。我 send 到 message。特別你為我看袂起你，我甲你講，我有甲你講咩？冇都講 no，冇。特別我唔睇咩數過啦。冇都想講我甲你講笑嘅。哦 ，OK。你其他平時都看到嘅事都，我話你明白。你心行音放落嚟啊！哎呦，你極心㗎話。你極心㗎話，所以。這裡不是上家啊，自己啊，我係記自己啊。應該當落自擺，看到我時就是上家擼會心情啊，你看。呀。特別我想到時，我是想到講，我是唔知，比如講邊啲學人講話時，我唔知，我完全唔知嘛。แล้ว我覺得我唔是極限的，我是感覺到安怎安尼這年來我唔知半行，你知啊？你就成間我感覺到人有好個在人有機會報到對一個，嗱你真正有可能是就講我人講啊，係咪夾上到到上面咧，就頭走去都無對你完全嗬，咱都無這個朋友啊就。是啦。了，安怎了？拄到了咧安怎？冇啦，我感覺到講我係 destiny 個隻歡喜咯，感覺到無影喎。冇嘢喎，我講，假啦人會 accept 我喎，even though 一本驚教 Wendy， 這我邊啊，我未見過。แล้ว伊人冇人插啊，冇人 ，I mean 冇人插，等我是 normal 甲我講話，你看假啦個悄悄，假啦，我感覺到，原來我想嘅唔是你看。แล้ว，OK，我感覺到講 ，OK，我。I join 到對邊嘅學嘅。然後 maybe 別看南西講二抗一抗就是你看二抗一抗是到對嚟啊，唔是你頭一擺來是。應該是吧。我 return 啊，係啦。然後到感覺到講，我人生嗰隻另外一個階段啦咯。然後歡喜咯，就是 from 7年嘅時間，我嗰隻去 travel 咯。我這邊行一邊數到，邊咧我見本色了做到了到2017年嘅時，是2017 yes，2017年嘅時，我去 register，你2018 register，
對，你5個，我4個，我會記。哦，哇！你記啲嘅好嘅話，แล้ว我就感覺到，哦，原來這世界是真好嘅。個阿未了個只只，個真係正嘅。個只只機會，只只歡喜物件過。啊，個只只歡喜嘅。對咯，就是平平安安啊，行咗7年，我感覺到國家，我 relationships 加 ICI 做 strong，國家好，國家 strong，國家 trust each other，然後，所以你機會 engage 咯。喂，你是一項一切你講，我記你講啊，即係做比武器，了。特別你去 travel 時，特別我是每個人，別人每啦。我是 feel 到看別人感覺，你即人，因為我聽到時我個叫別你前面朋友是被看到嘅啊，所以我是 deaf blind 嘅 friend 啊嚇，伊前面抄戲人，伊被聽到，但伊是嘅只個數嘅只間去冇什 experience， 所以特別你特別解釋互人聽講，你去一項誒。唔是人對會看到人是講哦，要去看風景，特別你去一項嘅經驗，除了目睭來看嚟講，嗰只係無相嘅經驗係咪？所以你講你去一項嘅時，你是安怎享受一項嘅經驗？我是看唔到啊嘛，特別我睇 spot 高啲咯。OK。我係食啲無相嘅物件咯，我係味到阿莫搞嘅味咯，我就歡喜咯。你感覺到咧，你皮膚感覺無定嘅 weather？有啦，特別是講即係人目睭，成日會看到人嘅世界啊，樣是頭腦會較矮淡薄咯。伊是想講，你都未看到，要去看咩啊？你知道？所以我去有人講話，有人講話，所以我去 Santorini 嘅時，人講講 unbelievable。你去 Santorini，你去看啲藍藍嘅厝做咩事？你都看唔到啦。所以我好好俾佢 explain 我講，事實你看到嘅物件是過你目睭。係個 image send 入去你嘅頭腦，你個 imagination 出來嘛。所以我咪看嘛，你個 imagine 出來，我看過嘛，我古早我有看過這個 poster 嘛，แล้ว我自己 imagine 出來，你幫佢掉啊，頭前有隻有夾阿女啲頭前嘅，哇水咯，真係你話依行都有依行到依邊吹條路啦嘛，แล้ว事實。唔是嗰啲風景水，是都甲你嘅暑假嘅人白去 enjoy。Yes， 係你 moment 是第一水嘅了。做一個點聲，唔是講你目睭看到蝦米物件。對。好我啦，杜面啦 ，maybe 杜人快掉嘅攏未去，小對安喺度。杜我近嚟有安喺唯一一個辦法。來 comfort 我自己咯。我未講哦 ，you must do that, do this, no。這是有 apply 互我自己咯。我感覺到真 sweet，我有甲我暑假嘅人都這白白去看，然後剩嘅嗰啲物件，我係望到 OK 了，佢食到就 OK 了。然後第二點就是，我感覺到我啲 overseas 做一個青美人。較有 power 咯。哦，咁樣 free。你能夠照顧，你是講個照顧，夠想到，唔是講照顧，夠想到，有人是無，因完全無想到講，若是無 vision 嘅人，無目睭看唔到嘅人，需要物件，個人目睭看到人需要物件是無相嘅。特別你無去想到，有時用做會看到嘅人嘅世界來做嘅物件，是對有當時做目睭未看到嘅人是無方便。對，所以experience 就講，咁啦，行路坐巴士，你入去，driver 講咗 no，go and sit，go and sit，叫你去買行路。咁，因為都你無去坐 public transport，你企到邊啊？
你等 ICI 去袋咧，你借啲個可能會學你累。你嘅 credit card swap 可能 swap credit card 物件，較大條乜嚟？誒，你方面你當今目睭看袂到 ，OK，你慢慢接受啊。你話你成話你咪接受過啊，變做你成話，哇，佢真好多對，個 continue 佢唔成講試落一條，你睇下。另外一個 level 啦咯，我今日就講乜有 target 咯。Like OK，2017年 after 我 register，2018年但看條路，然後2019年嗰陣時嘅事，我就今日就講，我會做下面，我未做下面，我就 start 愛做自己一項物件，一條來一條出路嘅。So 本是邊啲學嘅 friend support。到水里啊，自己人去做，伊講去做，然後我啲時候講，因白夜班啊出線呢，你叫我 editing， 慘喎，坎坷咯 ，impossible， 個斜咩啫，按咗去做 trimming，你是講 video editing 啊？對，然後我嗰條6個月我係 complete 這個 task， 你就衰啊，你大擺就學你個 deadline。你我首先就我冇問佢都，冇我唔得。我細個都冇應，我本冇愛問都，我本冇去問 review 話嗰陣時，佢攞兩人去做了這個物件，我知。然後我冇 source，但係我冇，然後我撈真係類，佢俾啲 stupid apps，然後 Apple 真好，Apple 好多 try，然後叫佢好多 refund。So 我買 refund，然後 until one day，until 自己，stupid 啊！那 Apple 有 iMovie，免錢嘅，個 accessible，kalau 會用，哇！我是頭開了，是頭做了，學咯，但係接翕咯，翕個了物件啦，自己 edit，自己 trim，自己 cut， 聽聲，接個了。然後 shooting 嘅時，我不是 producer、director、actor， 幹了做幹了，ICI 可能是 tripod， 你按照你每個我接傾啊，成張。冇，這裡是 control， 唔是我 control。所以 frame 啦。frame 我，shoot，一架機啦，一架機。對。So when to start，when to stop，what's the on 嘢卡咯？你立依卡，你立依卡，我立依卡，這是我嘅 signal 嚟，我立依卡。如果立唔掉，你看其實會唔立唔掉？啦，伊就係幫叔叔好啊，我講下卡幫正啊，所以成個病到嗱都立依隻嘢啫。對，所以就是慢慢做。按照你有興趣要做 video 咧嚇？Before 做這 YouTube 嘅時候，冇咁嘅，我就問 live Facebook 咩？有啲人會驚 camera lens 照條路，係我未講咧。所以我今日對我對我是，我暑假做 live 我做八點鐘咁運。所以你真歡喜啦，你 enjoy 啦，我 enjoy，所以我今日就講，做 YouTube，OK 啦。這 subscriber 冇這 subscriber， 我自己講唔緊，我做出來先。At least 我做出來嘅物件，6個月。你是按照經係咪話地咧？你這不是為個主角咧？經主角唔會，我愛做 different， 就是講我咪成日白嚟 blind 嘅 friend，會曉去唱歌。會曉去 play music instrument，because 我冇 music 嘅 DNA， 我冇切掉，我做未掉，唱歌唔曉唱嘅，所以我愛做個 special 嘅淡薄。然後最後我看到一個 YouTube，Christina Hart 到 America，Master Chef， 查某 Vietnamese 係，特別是 American 到 Texas。所以我今日就喎，我唔會曉煮菜嘛。你平常時
平時是我本地都煮菜了誒，因為我未單我媽得一樣煮菜，一樣開飯了。I C I 個家面講 ，I C I 煮一個 dish 係4點鐘。我冇菜，所以你未打我冇菜得，我冇patience嚇，所以我解講，咪個解嚟，點知去我煮好人食。然後我開始 start 我曉做 recipe 啦，cooking 啦，然後我感覺到講這個 content 對我就好，所以我就想講，我 enjoy 翕，然後有可能有較學大門嘅 pattern 啦，較學 work with 人嘅款嘅感覺啦，然後馬來在我定期投一個兩個 video，都有 video 看到了，但是咱都是 MCO 了。所以我會記頭一個就是東方之報啊，報紙東方啊，報紙咯，東方咯，東方，然後就去 NTV7 咯，然後 NTV7 了都是咱嘅988嘅陳鋒咯，伊就來我厝嘅時，伊就講伊隻就杜卡還沒有描講。你我今日就 OK 啦，都過啊，這個 period 時我今日就講，過來前面人唔是干係安尼款嘅，佢會 extend 正長嘅，所以到這個 point 入邊，我不有去教人，去救人，啱講，我咪教我白白上嘅朋友，看袂到嘅。佢只寫啲厝開嘴單隻，我買。所以我到這個 point，我翕張寫嘅人，教人用 iPhone。所以人用嗰陣可以有類似已經啲 call 掉可以出來，人bully、abandon，甚至係人自己曉 independent。你唔是講用 iPhone 叫嚟做 video editing，是講用 iPhone 嚟 communicate 嘅人呢？你是講？冇啊，我你是教人用 iPhone 是教 editing 嘅是教咩物嘢？教了啊？冇教用電話，用電話，我係教人用 Grab。我係教人自己出門，自己 order food，自己拍自己嘅 email，自己用 WhatsApp，看 Facebook，Instagram，教了物件咯。佢路人會做嘅物件，冇會做。But trim 即係 editing 嘅物件 ，of course 唔是伊人愛嘅物件啦，因無事無在啊做嘅物件。對。特別你是講你通過 iPhone 嘢，學你做呢隻物件，你感覺到，哎呦，有人冇機會做到，你就拍生都俾教人嘅，你看教人去用嘅 technology。我買啊，你講。你當然 channel 做咗幾年啊？3年4年喎。你 blind 嘅陣。雖是2，OK， 咱12月咱買水啊，2019年12月咱買水。咱水2002年 start 起個動機。差唔多係3年。嗱，咱講啊。天有影是無幫煞我感覺到有 jealous 我。嗰隻啦，2021年，恁爸無啦啦啲 clubhouse，講了鬼暝到4點困，咪早起我感覺到按照我未吞爛。會記，哇！條紅得到，條 stroke，yeah， 條 stroke。所以我去到老官厝，個 pandemic MCO 啫，我 ICI 無人陪我，伊就好個博士。然後我家己一人到去邊，我冇極新加坡是 why me？然後 why me 呢？頭先有數嘅，因為有幾下嚟 apprentice， 唔是 apprentice 怎講啊？冇只出來嘅老官 trainee，就時常講話，講咩？講 Mr. Low，都冇肯叫了。
你未使啊，你就是 forever 你愛放迄個 food tube 佇你鼻孔位食牛奶了。你買咧歹勢，你買問我，買問 question 我人了。你是安尼款啊？我講安怎你知？我都無去 MRI 過，無誒，我人 experience 你是安尼款了。哇！我 down 去3日，嗰是3日。特別我記你拍電話，我記我到啲到你 hotel 嘅時，我記你拍電話嘛，你講硬買，講我未驚啦，講你。對咯，但是有陣是嗰隻 collapse 啦，嗰陣時啲 doctor 教我講嘅話，然後。特別你知道，你經驗過啊，你就冇我講，你話你考過日子，你把經驗過一道，所以話咁啊，我咪聽你講啊一道。對，我咪聽你講啦。我講我相信我就好啦。你講你未吞呢？意思講你特別係掉咩？我人家說我未吞，人家講我未吞，我就亂，我本未吞。我就係 fit in 喺你貼之後插到一把檔回去。你再有坎坷，然後哎呀，估計點啊隻牛奶，我比牛嗰個infant 隻牛奶啊，更加少啊！我講啊，我家杜蘭啊，點俾我不多有死嗰特別物件，個頭只就係咁小隻白行物件。然後但係問我講，阿仔俾佢講啊，點俾啲想講，你都你開間咧食，你叫我去幫助，我都未吞，你冇學我水食。哇！你別杜蘭咗啦，誒咩事手掃條白掃起去，開第大支，喺牆，我咁樣啲，哇爽咯，靚哦，哇爽咯，靚哦，誒唔知嚟講，誒2 jam sudah habis， siapa pusing？ 哎呀，費事啊，真係費事啊，流啊，喂你費事，我今日就講，冇啦，我前面佢哋3年我都安尼加節過啊，按照這個熟了嗎？所以說我為咗這個 husband 嚟甲我講幾句話，我都愛死愛活安尼嘛。我 train 我加落啲咯，我加未吞我配出來咯，我啲老官做6節。因為有人加入 train 咯，還是你自己做？因為I discharge 一個 train 咯，個 train 咯。OK。因為唔係講 discharge 啊，我讀啦，伊講伊迄條八愛叫我到1年。但係你個日去哇，我講你我家己心想，你笑我咪叫你拿呢？拄條嗰條物件啦，吹到耳啊，後尾咪噔行過。你話我講咩事嘅嚟㗎？你成家成個人眼劍氣呢，吐掉到皮筋叮叮當當啊！嚇，流鼻血啊！哇，有水都滯哦。OK，this time 我個仔無教我媽都講我條數啊。樣做下面呢？我想啲 MCO 時，亂都未使去 hospital，ICU 都未使去 hospital。我做咩說同人講？然後我啲想。我 normal 我係講我唔要緊，我只要 call 對處 everyday 我 call 對處 as normal， 就講mother 我哋做咩啫，擺這裡我哋 hospital。特別你講話 OK 啦，你是未吞嘅啦。講話 OK 啊，我未吞嘅。然後我等下我你驚咯未 OK 啊嘛？你唔是跟我講 OK，一邊咁咩？一邊on my right hand side 把呢，所以年紀差啲啦，哎呀，把呢嘛，把。證明講會有驚咯，在啲讀得同我講嘅嘛，然後我 OK 咯，所以愛真係 positive 啦，你對自己有信心啦，然後我對去厝我穿條 mask，然後我喺度擺個啲 mask 也唔會位，我講媽，我對嚟啊，伊講嚇，對嚟啊，伊個後呢個時啲個喺沙發度咪去接我，然後伊講，所以你接觸個穿 mask。我講媽，我同你講食物件，食好笑嘅物件，諗住，上咗台我同伊講，同你講嘅時，我條項落到，哎呦，你講嚇，我做咗條項落到，我話你看物件嚇，然後掏出來點面，伊講係咪數？我咪講我中風咯，你伊個拍我隻咯，我真係冇講講。我同你講做咩事，你都未去看我啦。然後
結果唔是我條命，是 ICI 條命。阿真都冇咁話講。阿真都冇講。然後感覺就講 OK 啦，貴啊 everything 咯，但是我嗰時用掉嗰個 pipe 來接物件嘛。所以我感覺就講，我係囤了，或者是我係囤水，我係囤咩咯啦。我買這條牌咧來拍看一個。然後我去老闆厝，伊講你未使搬出來，你愛用這條牌。我梗係想介意呢，介意什麼啲啊？然後我出來了，我甲 ICI 講，我買，咱想別個辦法。我去幾個 clinic 啊，I think 我有去 normal 嘅 clinic 咋？你見佢頭？伊阿買甲我頭，伊講即個是 Doctor GH 嘅，我人嘅 lesson 一條鋪咧，若是講話我人甲你搬出來。我講我學你100塊喎，別使，呀媽嚟啦！我去到另外一間嘅雜貨嘅 ，because he feel guilty，因為我有去看醫生，伊甲我講你是困無射筋跌掉呢，我嘛這就好了，所以伊只 guilty，只老闆只 guilty。然後我甲伊講，我 confirm 條數啦，其實我來看你，我唔是來怪你。個嘢唔要緊，當今都搞偷白係咪？係咪？係咪？你講唔使，我唔見啦，我係努力啦。你是，我唔是你嘅問題，唔使，我唔使，我講冇嘢啦，咪騙我啦，我哋接咧，我攞20塊。哇！一直到馬上咁樣丟出來，哇！我講，係。Let's go， 去食，咱去食 KFC。呀，我再去食，你食咩？你煲啊？雞你煲啊？煲你煲，你是未吞嚇？我未吞呢，所以接了冇？對，慢慢，so by 3 months，我 KO 啦，我一吞一食㗎了。然後我 continue。佢再做我物件 ，continue 佢再去比賽 ，continue 去 attend 只隻物件 event 㗎了，去做㗎了，然後這4年裏面我感覺到我最歡喜，這3年裏面我最歡喜就是講，有幾啊類作品是會和 Malaysia 大嘅 branding 大嘅 brand 來照顧我啦。我感覺到有陣是無看衰簽嘅人啦，會拍到廣告，我冇 feel 到講我咧拍廣告是安尼爽嘅啦。你翕廣告你是講？我翕廣告，我去翕廣告真爽啦。然後去 compete 甲別個 chef 真爽啦。人學你 compliment 時時，我感覺到confirm 我一下咯，我感覺到這是一個冇正好嘅 moment 咯。before 你第3 episode 冇，把這個冇，把這諗尾聽下這個故事是講無聊個，特別咱當然差唔多2點鐘啦。你學到物件，下面你就幾年來啦面，你會成日講because 我當然你去成日講去 motivational speaking 啊，咩物件你做呢？所以你感覺到你家己用你家己行過嘅這條路，唔是講特條路本是歡喜有你考嘅路，你歡喜嘅路行過條路，你學到下面咧，你要甲人 share 咩物件呢？咱邊啲學見聽講？我是咁啊，就講無蝦米事你無出嚟做。你蝦米物件，你干那你用心，你會做到嘅。無人看不起你，無這條事嘅。你感覺到，你會行會得，行會看，是你嘅物件。看不起嘅人是你家己看不起家己，唔是別人看不起你。這是第一種嘅，所以別人嘅一等㗎了。我行過了啦，我本真歡喜，我感覺到嗰時上到係個 moment，哇係個
我拉你啲啲係你氛圍，不是什麼，不是什麼。所以你心大，你心大，你想講你要 achieve 到物件，你會對，對，然後所以我做到這條咧，我感覺到講 is another next level 我見啦，就是講就那麼我跟你講嘅吃嘅物件，講就係。所以嗰陣，攞 episode 3點鐘、6點冇3點鐘，佢嘅講未了物件呢，落物件你會出車個。冇估，你感覺到幾時啊？會出車？幾時人會睇到 Lucia 車？3個月出來了。哦，3個月咩啊？3個月，係咩？應該3個月。然後我車會去到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哦，你咪是準備去做木多，去食烘咯？對，我第一去食烘啦。然後我有一個 dream， 我 target dream， 我去找一間人，全都不知是假嘢。裝？就冇寫車。我愛去看。伊個車有把翕過翕出來嘅，就是咱個年代嘅瓊瑤。Yes！ 瓊瑤嘅 novel 小說。我唔敢記瓊瑤，我記瓊瑤阿姨。哎呀，好喲！哦。這。So伊本有時間會睇我人嘅 book show 啦，我人按照對路咧，成日講要看下你做啊，咪留作啊，去出差啊，去 travel 啊，咪是我對路到底對 Instagram 咪是得咯。對啊，對啊 Facebook 咯，對啊 Facebook 啦。Facebook 按照除咗路，你是講是特別咧，好見冇對路嘅人。蘑菇路 MOMOGULOW。Yes， so OK 啦，這本是另外我一個 I reach 嘅一個 target 咯，所以我感覺就 OK 就夠啦，50歲夠啦，誒，50歲都未夠啦，你50歲我先夠先，我唔係你50歲嘛，我 actually 當聽到是已經是今年here maybe，所以咁蘑菇啊，感謝你安尼一點聲互人。教人講你嘅歌詞，有時起有時落，有時起有時落。哎呀，嗰隻人聲嘅歌詞，是，尤其是成個人啊，可能會想了，這長這濟愛情嘅有。或者聽人講愛情，或者聽ICI 歌詞。你得有 romantic 嘅你我教英嘅時，你教我隨真正這邊咧學見嘅聽眾來寫卡嘅了到底，我收到到啲正話唔會拖邊等我講我看掉有啦，點解我今日就講阿 John。對咯，伊係吹過我嘅褲卡，過我成做成嘛。嗱咯，我係諗看我以後我隔了哈，了南邊冇上貴國際啊，冇上人看咧，就人寫 messages 隔了咯，好啊，一條、兩條、三條、4條啊，5條啊。有5條，我唔知未記咯。5條，這人寫好啊，所以就感謝了個有效。蘑菇，我有同你講句，你咪是學我你上戲啊，你打個看你嚇，我是臨帶時是打到電話後尾咯。我係爸母養這條臨帶後尾是佢就嚟上戲嘅水，我就感謝你蘑菇嚟同我講話，不知諗要聽 ICI romantic 歌詞嘅時候，佢就到底嚟聽翻嚟 episode 嘅事啦嚇。蘑菇 before 咱冚大事落面就會個人講哦，會個人講，大嘅。其實按照俾你 check，
每個啦，我唔知個，這我唔知個。哦，OK，咪攏去對 Facebook 去對一個夾仔。OK。唔係，記得把啲 chat 出嚟，先你使嚟個，到底係哎呀，拍廣告啫。你叫 V 我就係個拍廣告嘛，所以你成日拍廣告。我係封面安怎？我都唔知，我愛上個 V 我喊呢，冧掉一個人嘅，嗰是安怎？啊！買得同樣買舊我寫喺你書啊，有，唔係，別使。OK， 我愛甲大家講就是，咁啦，愛活得開心，活得健康，對自己要有信心。學嘅話就講，你唔要聽啊，冇，你講聽嚇。Sorry，OK， 我講學嘅話。嚇。買潮聲眼。等陣去到邊度冇？去到邊度冇裏邊？加冰。OK， 嚟。1 2 3，咁啦，人係活了開心。活啦。哦，啊，唔是活咩？活了開心，活了健康，對自己較有信心淡薄。就是愛來看。心上愛做物件，有心就做會成。呀，南西就啲 chat room 嘅，南西啊，你看幾點啊？南西明3點幾啊？個7點過伊時南西時咪就啲你chat 佢就啲 YouTube 嘅啫，成日講要發財。OK， 講要發財 ，Merry Christmas，Happy New Year。OK 啦，感謝各位聽眾，下禮拜再見佢，拜拜，感謝毛毛菇，拜拜。我被佢講頂一禮拜到啲，sorry， bye。我被佢講頂一禮拜到啲 YouTube 嗰邊嘅，被佢冇看到這邊嘅電了讓頭一個 episode 都冇聽到，毛毛菇到這邊嘅電，這邊嘅電看聽啦，是我有現在錄音時就通知啦，感謝，拜。